Danger！ 超型愛兒午夜狂奔，打的婚外巢斷正，走懶，俾人追，定係 You Run I Run 咁浪漫啊？前日凌晨，婆家淑女，黃 T 熱褲蒲老懶，拍咗1個鐘，出翻嚟多咗個護花使者，齊齊上演午夜狂奔。耶！明明呢對同性密友之前傳關係決裂噶，今年初愛兒仲拖住低胸女夜蒲示威添，點解忽然又會重修舊好噶？跑完一輪，佢哋仲嗱臨上的士，準備去愛兒屋企過夜。點知半路發現我哋跟，就即刻叫司機帶我哋氹氹轉遊花園。點知人算不如燈算，架車一到屋企門口，嗱，落足眼力啦。之後超型先乖乖咁翻屋企咋。唉，之前先傳超型翻撻舊愛，打破斷背疑魂噶嘛，依家又情侶 T， 又孖住夜蒲，唔好激親四太至好啊！蔡少芬已經揾到年輕肌膚嘅秘密，你呢 ？Swiss Reborn 瑞斯萊芳魔法能量水，一樽鎖住5大美肌能量，卓越獨家發售。